咱再来看中天电视台无法度换照，外界嘛无共款的看法。有人认为这代表媒体的第四权互政府吞搭，嘛有人认为 NCC 是做应该做的代志。中天电视台是表示讲会行司法救济，拼到底。 NCC 国家通讯委员会伫18号一直7-0驳回中天电视台换照的申请，基地持续来滚价。 主要原因是讲，伊的这个过去吼有真侪这个财阀的记录。如果甲其他的这个新闻台无较济，也是讲中天有讲伊的这个从财阀的这个案件吼，当地这个上诉吼，也未决定，也未确定。啊，你即摆就甲处罚吼，不爱互伊换照。啊，这是毋是吼？ 违反着这个公平的原则，外界有一面认为是政治的操作，因为掠准依照违规项目来看，有1/3是政论的节目，安怎一发新闻？另外，针对着审查标准甲过去鉴定委员的争议，嘛有人质疑以后若是有电视台无听话，是毋是就会甲中天同款的结局？2014年开始，中天伊就是一个留校查看的有问题的学生。 啊，再来就是讲到你看，你看到2018年，啊到19年，完全就是讲哦，不管讲是新闻也好，还是伊的节目也好，完全是甲即个韩流的问题哦用起来哦，讲啊歹听的，咱用邪教的即个传教的方式，毋则就是讲你任何一个人哦，你 NCC， 你到6档了后，你看即个情形。 我相信有人会甲通过。这届 NCC 审查换照时，担任鉴定人的文化大学新闻系副教授陈惠良嘛表示，上大的原因就是大股东蔡建明直接介入着新闻的节目，各有民众告发着中天新闻台的违规数量大幅超过着第2名。不过中天电视台已经发声明表示讲，为着新闻自由甲员工的工作权，会行法律救济制度奋战到底。记者陈嘉文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